讲到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呢，意外互这个姜黄变甲真抢市，因咧风声讲啊，姜黄会使提升免疫力，所以讲苗栗大湖乡这个姜麻园最近呢姜黄卖了真好，销售量增加3成，讲会使做成各种这个料理。中医师是讲啊，姜黄主要功能是健胃利胆，有活化特性，所以讲因为安尼，毋是逐个人拢会使食，就讲有心的，也是体质较虚的人都毋通食，伊若无，颠倒引起人无爽快。猪肉先炒过蓝姜黄粉，香港讲的姜黄猪肉，就会使烹上顿。另外，姜黄粉佫会使淋入火锅内面落去煮，甚至做成面，这拢是真好食的料理。口感很特别，不会上面馅这样烂烂糊糊的。它就是一个清香料，它可以帮我们就是带食物的香气起来。听讲姜黄会使提升免疫力，所以讲最近武汉肺炎疫情升悬，苗栗大湖乡的姜黄业者讲，有真人伫问。比平常多了至少3成左右吧。对啊，因为姜黄本身它是高抗氧化的食物，所以它可以就是提升一些我们身体不足的地方。不过中医师表示讲，姜黄主要功能是健胃利胆，因为有活化特性，不是人人拢适合食。因为它是行气破瘀嘛，你如果没有瘀，其实不需要来吃这种东西。怀孕妇女最好是不要用，有可能对胎儿不利。若是食了无对症，也是食了伤济，可能会造成气血运行了伤紧，颠倒会引起人无爽快。所以讲，医生建议讲，若要食进前，上好是问好清楚。